巴黎铁塔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只是诚意而已啊。好的。这还有黏住的哦，哦，这种得奖的是，还有还要撕开的506，啊，真的有啊，恭喜恭喜，来，这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礼物，还是要用传的比较好，好不好？你再用传的好了，好像还有点远那样子，谢谢，谢谢你来看我表演，谢谢。练习啊，别打礼轻情意重啊，礼轻情意重。得奖的是113号。哦，不要不相信啊，这是你缘分，这是缘分。谢谢，你让我有练习的机会。好不好？又是铁打，不要。好了，不要。我这个当最后一个，看谁摸到大奖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送大的铁打。大铁打了，得奖的是527号。又传了哇，安祖，哇塞，我的朋友，恭喜，外国人应该就在巴黎而已啊，你寄法离那边，谢谢安祖，好，哎呀，那要送什么了？我不知道了，好吧，我这次去加拿大，送这个好了。这个是我这次去加拿大，奥运的时候，他们冬季奥运有办，他们今年冬季奥运哦，他们是用原住民的图腾来到冬季奥运的 mark， 然后他们的那个吉祥物也是用原住民的传说中的动物，就是传说中的动物，这是雪怪，好不好？不是长背猿哦。雪怪就是原住民的，他们那边当地原住民的，我也很开心。为什么加拿大可以做到这样？就是他们原住民也是少的，可是就整个国家都认同这个文化，而且只有加拿大才有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开心的买了这个雪怪，小雪怪。好，我要讲的，很难打开耶，都是509号，哇塞！5开头的都很好啊，是你哦！我好烂，真的哎！恭喜你啊！怎么样？你有压力啊？好，就出去好不好？跟出来。他也有去过加拿大，为什么你有说？我要自己摸彩，我自己接下来了，没有这样的。杨明不会你有吧？你有，不要摸到你，你是要拿法国的礼物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看谁得奖了。这个幸运者真的是幸运，533号。这5开头很多今天。哇，他们好旺哦！我妈妈哦。妈，好了，我只能一点孝心啦。真的，妈，这样不对，叫我妈妈先出来的，蛮快的。妈，你就收下吧。这样子。不要送给别人了。好，衣服要捐出来吗？这个雪怪是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周边还有什么亲人来摸才对？不许这样啊！哇，这样我要收到几点啊？我要送一送好了。
哎，不一样了，216号。有，恭喜！有没有？有没有喝酒醉的？哪里？举手一下，应该有啊，没有，来，不要动。来，这一排同学们举手，传过去好不好？不要拦截哦。你要看好你的水罐灯，不能掉包哦，过去变气了。好了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爱，这是东京奥运的吉祥物，这个是水獭，小水獭，对，卡哇伊耶！哦，5开头忘518，我就应该要搅一搅才对，518，哇，外国朋友，恭喜！你应该很近才对啊，很棒！他们有没有拿到台湾的？不要 come from， 德州哦，美国，那边应该没有水獭吧？好，来，哇 ，lucky， 今天的外国朋友运气很好，可是今天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。好，我送这个好了，来，得奖的是143，谁？有吗？是143，有没有？对，143，恭喜！不用动，传过去，看好不要被气眼哦。收到了没有？是水獭吗？不是气人。好，来，那就来，我们缓和一下气氛，好了，送小奖。这个是我在法国圣母院，你知道法国那个拍那个达文西密码这样，然后我去那边奉献啊，它有一个机器可以奉献。就也很妙，奉献之后他还找钱，不是找钱，就是一个纪念币，你看，前面是圣母院的那个十字架，后面是圣母，对，就是有机会去法国，我觉得有奉献，好心有好报啊，对，有舍就有得这样，然后看看谁有舍，不是蛇啊，不是那个蛇啦，怎么讲？有蛇就有得。不想理你，我会抽到12点半，我跟你讲。209，哇哦，真的，然后你有在做善事哦。对，感恩，来。